过来消息来看，中央气象署指出，讲未来一礼拜会受到2波的东北季风影响哦。拜二进前水气较济，会较凉冷，也毋过哦，拜三开始天气又会变甲真热热。拜五开始东北季风又个增强哦，所以北部的温度会降1度到2度。气象署嘛提醒民众，最近哦早暗的温差拢真大，所以得爱特别注意。东北季风增强，这2日已经会当感觉天气有较凉。拜一透早气象署嘛伫苗栗的头屋山湾测到18.3度，是今年入秋以来的上低温。这礼拜的天气主要受2阵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较秋晴，中南部虽然较无受影响，不过早暗温差会较大。今天、明天比较特别，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南边的水汽、一些云系飘过来，所以南边这边中部的偏山区、南部平地，偶尔就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现象。那在周3、周4这2天呢，随着东北季风的减弱，降雨的情形，东半部地区是稍微有一些缓和，中南部地区的这种降雨集中在山区，是这种午后的局部降雨形式。拜三、拜四，东北季风减弱，气温回升，北部、东部高温会有28至29度，中南部30至31度，也那各地低温大约是21至24度。按半个开始到礼拜，东北季风会个转强，北台湾气温会略降1、2度。桃园以北、东部和北部山区会落地渐雨，也那中南部是一份好天，但是过道山区会落阵雨。那东北季风的影响仅止于比较靠近北台湾这边的高温会有一些稍降的情形，中南部是以日夜温差偏大的形式持续一整周。那下雨的地方呢？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在后面的时间其实云量相对的多，周5之后的水汽稍微的增加。那所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关注一下可能北台湾的天气变化呢，感觉是稍微的转湿，稍微的转凉。气象署嘛提醒讲，这礼拜因为东北季风有转弱佮增强的情形，温度变化较大，民众早暗出门也要加套衫。记者卢尚如、曾俊尧台北报道。